Also, da gringos baudelaire. 아니, 아주 망고 야르츠기 다 니마 중이 받쳐요래. 那么今天是马厄课程的第12堂课。那么首先要问候，就是各个寺院的僧众们，还有各个佛教中心的僧众们，还有世界各地的这一次透过网络来听闻课程的所有法友们，大家好。那么昨天我们简略的讲了一下佛陀的这个生平，我们从他出生就是降生人间，然后一直讲到了他6年苦行。那么在今天这堂课，接下来继续要讲这个佛陀的这个传记。다들이야. 상계 남자는 어를 쉬운데 에네. 들이야. 다당부. 다당부 들이야 놓치고 있기래. 더지. 개부 쉬는 된데 건다 로 시부 출래야. 那么悉达多他在苦行的时候，整整花了6年的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个苦行。那么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听到这样子的苦行，而不只是就是真的身体上很难做到，心理上更是觉得怎么可能做到这样子的苦行哦。然而佛陀他自己悉达多他自己在经历了这样子整整6年的苦行之后，他仍旧没有办法就是达到出世间的这种果位。在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有跟随，就是他小的时候有跟随他的父亲出城，也就是去看这些就去看这些务农的人们，他们是像是去视察。那么然后他就到了一棵树下就禅修，也因此呢，就在那个小时候，他就得到了这种禅定的初禅的这个禅定。那时候他的身心都得到一种快乐，一种乐受。所以他就在苦行这时候，最后他就回想出，小时候就得到过这样子的初禅定，所以他觉得那个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他能够达到正悟，而这种苦行呢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就舍弃了这样的一个苦行。所以呢，他就下了一个决定，他就决定放弃这样一个苦行，然后就开始进食，
来吃一些固体的食物啊等等，然后主要是苦行的时候，这个身体完全气力都没有了，所以他就开始进食来滋养他的身体。那么当时在他苦行的时候，他身边有5个人，5个修行者是跟着他一起做这样子的苦行的。所以他旁边的这5个行者就看到，哎，怎么悉达多竟然不再苦行了，还吃东西了？那他们就想，他大概，毕竟他还是以前是个这个太子嘛，所以呢，这个沙门就是沙门瞿昙就是这个悉达多，他们说这个沙门瞿昙他大概又回到了他那种过去的奢华的，想要回去那样的奢华生活吧，所以他已经不再精进了，不再努力了，所以身旁的这5个人就非常的失望，就离开他了。那这时候呢，悉达多他也就离开他苦行的地方，他就到尼连禅河那边去。那这个尼连禅河呢，就是在他苦行林这个地方旁边，所以他就首先走到了这个河中，首先呢洗浴他的身体，所以6年以来他都在苦行嘛，所以根本都没有这个机会什么洗身体了，所以呢这时候他先到尼连禅河中呢洗浴身体。但是呢，因为苦行呢太久了，所以身体是非常虚弱的，所以就在河边呢就昏倒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有一个牧牛女，她就叫做苏加塔，翻译就叫做善身。她就在旁边看到悉达多这样一个人呢昏倒了，所以她就过去就供养悉达多这个，因为他是牧牛的嘛，所以他就把这个牛奶呢就做成了乳糜，供养了悉达多。那悉达多喝了之后呢，也恢复了体力。那一些记载说，这里面还乳糜中呢还有这个天神的天药在里面。那这是一些说法，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说乳糜它本身是非常有营养的，所以呢，悉达多喝了之后，他的体力也就恢复了。所以这个牧牛女叫善身，是在佛陀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这有点像密勒日巴尊者，有一段时候，也是因为身体太过于虚弱，结果没有办法继续的做修持，然后这时候就来了一些猎人，然后就供养了密勒日巴一些食物，他也吃了之后恢复了体力。那因为这些食物的营养也帮助他呢恢复了精神，那么这时候他的禅修就更有进展。所以缘起心要取就是在那个时候唱出来的歌曲，就是说这个施主跟禅修者是会共同未来是会一起成佛的，他也唱了这样一个祈愿祝福。那么回到这里，这个牧牛女供养悉达多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就是对于是这个牧
牧牛女她供养是她供养的呢，还是有其他的人？那这里就不多说了。所以接着呢，这个悉达多他又继续的行走，他到了附近有一个森林。那么那时候就他在这个森林当中，就在一棵树下，叫做阿斯瓦达，叫做音译就是阿说他树。那也有说就是碧波罗树哦，就在这样的树下呢，他就铺好了座位，然后就修持禅定。那么这里说进入禅定呢，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最开始他依据外道的跟随营的时候，几位老师学习了禅定，他达到了极境，但接着他从这样的极境升起，进入了观圣观。那么这时候他也体悟到说，没有所谓的一个我，这是外道所说的我，这个梵我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他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他了悟到了无我，然后他就安住在这种叫出世间的禅定了，最终呢就斩断了一切的烦恼。所以他就是在这样一棵叫阿说他树或者叫碧波罗树下面记载说他就开悟，就成为佛陀了。所以你看那时候并不是有盛大的怎么样一个仪式政务的仪式，或者有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很大的一个排场都没有。就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很一般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一个场景，就在一棵树下，那他了悟了。那这种树叫阿说他树，它其实是这种叫无花果树的一种，但后来呢，因为佛陀就悉达多在这个下面呢，他了悟了，开悟了，称为了佛陀，所以后来呢，这棵树，这种树也就称为叫做菩提树。那么我们说佛陀他悟到了，那到底他悟到了什么？他到底了悟到了什么样的真实，什么样的实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在阿含经里面呢，里面有很多的说明，但是这个藏文里面我们没有这部经，没有翻译过来。那在阿含经里面有说佛陀当时悟到什么呢？有悟到了四谛，有悟到了12因缘而成佛，也有说呢是因为他修持了4禅还有3明3种神通等等而了悟。总之呢，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我觉得这些说法呢也都说得通，并不会相违背，但是这一次我们就不针对这个主题去讲。总之呢，这里说佛陀成道了，那么他成道开悟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也建了佛塔，那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说的菩提伽亚，也叫佛陀伽亚、菩提伽亚。
那这就是后来佛教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圣地之一。那么佛陀成道的日子，那么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说法一致就是在毗舍去月，就是一般叫卫赛节，就是Visakha， 藏文叫萨嘎达瓦，那就是在这样一个月份的满月夜，就是佛陀的成道之日。但是呢，其他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这里也就先不多说。就是毗舍去月，就是4月到5月的这个里面的满月夜。那么成道之后呢，接着就是说法。那么在佛陀还没说法之前，也就是首先佛陀开悟了，然后呢，他就完全的沉浸在一种这种非常甚深的寂静当中。然后呢，他有7天的时间，就在这个菩提树下呢，就入定，就是安住在这个三摩地，或者说三昧。那么7日之后呢，他接着又到其他的这个树下，他又在那边去禅修禅坐，持续的去可以说感受着他的这种解脱之乐。那么这种禅定的乐，或者说这种解脱之乐，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让人这种可以说欢喜的。所以呢，他就在树下有5个星期呢，他都没有出定了。那这就有点像我们也不用说这种禅定了，我们一般人的世俗之乐，有时候你也会想持续去在这种色声香味触当中去玩味。那么但这种禅定之乐是更加殊胜的。然后总之呢，在5个星期，佛陀不断的在这个定中体会这样的一种解脱之乐。然后呢，他也慢慢开始考虑到说，他了悟到的这个法是非常甚深的。他就算跟别人说了，可能别人也无法理解。所以呢，这时候他心中比较倾向于还是不说法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这首世尊呢，他自立的部分，也就是成佛这件事情，他已经圆满了。然后他也花了一些时间安住，或者说体会这样子的解脱的之乐。但接着他又从这样子的解脱之乐呢，他又出来。这时候他的心念一转，他想到了什么呢？就是利他，也就是自利部分已经圆满达成了。这时候他一转念想到的就是要帮助众生、利益众生的利他。那利他最好的一个活动、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法，也就是将自己的这种领会还有自己的方法告诉别人，这是最好的利益别人的方法。
所以我们叫做转法轮，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用法轮来比喻就是说，就像这个轮子它启动之后会不停的，换句话说，它的利他说法就是不停歇的，像转法轮一般，法轮在轮转一般的不停的要利他，他就升起了这样子，我一定要说法利众的这种决心。那么在这里呢，一些学者就提到，就是你看那时候佛陀成道之后呢，他就一直安住在这种涅槃的寂灭之乐当中。当然这不是从大乘的角度去讲，而是一般的去看佛陀这个人，就说他有可能那时候了悟开悟之后，他就一直的就安住在这样一个涅槃之乐。所以呢，之后我们听到说有一个说法，就叫做辟支佛，也就是圆觉独觉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持哦，可能就是当时佛陀这一段他没有说法，就安住在自己涅槃之乐当中，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而形成后面我们知道的这种圆觉独觉的修持，也就是辟支佛乘就出现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说，佛陀呢，他这种他认为说辟支佛的缘起，一些学者认为说辟支佛的缘起是佛陀那个时代有一些很孤独的独自的修行的这些仙人，他们的这种修持的方式跟态度就成为后来佛教辟支佛或者说圆觉独觉的修持。总之你看，就是圆觉独觉的是有不同的说法，当然这里不是各位僧众们常听到的内容，但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是因为要了解一下现在不同学者他们在不同经典上去看跟研究的一些结果，我觉得你们也是要知道的，所以这跟一般我们看到藏传佛教里面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总之佛陀就下定决心了，他要说法度众。那这个决定之后，第二步是要做什么决定呢？就是要向谁说法。那也要选好这个听法的受众，如果是听不懂的人，那对他们讲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当时就一直在考虑，在想要向谁说法他们才听得懂呢？最后他就决定就是当时我苦行的时候有5位同修，有5位一起修持的行者，所以呢互相也是熟悉的，而且那么长时间在一起苦行也是互相了解的，所以他就说那这5位他们应该可以听得懂，那我就应该要跟他们说法。所以这时候他就到了瓦拉纳西，也就是到了叫做波罗奈这是瓦拉纳西中文的古名叫波罗奈城，那里面的鹿野苑米嘎达雅就是鹿野苑。那当时呢真的就是一个森林都是很多鹿的这样一个林苑，一个森林。
所以那时候他的一起苦行的那5位修行者，他们就在那里。所以那5位后来就成为他最初的僧团，也就是我们叫做5比丘。所以我们说3宝在那时候就建立了。佛宝就是佛陀本身，那法宝就是他所说的法，这些教法内容。僧宝是谁呢？就是这里的5比丘。所以在这个时候3宝就建立了。那鹿野苑呢，现在也叫做 Saranat， 所以后来也变得非常的出名，因为就是佛陀第一次说法的这个地方。所以后来阿育王呢也到了那里，然后也建立起石柱。那上面也有一个法轮，那么这样一个有狮子的这样一个柱子，然后这样的一个石雕雕刻，后来也成为了印度的国徽。当时呢，佛陀就向5比丘呢讲说了这个中道，而且也讲说了这个4谛的道理。那么这时候5比丘他们听了之后也了悟了这些法的内容，就成为了佛的弟子。所以这时候我们叫做桑嘎，这是僧伽这就是佛教的这种教团呢就成立了。다 작업해야죠. 다 그뒤산에 김다. 뒤산다 작업해야지. 안에 다는 신기 공개 파만이다. 那么当时呢，接着就是在瓦尔纳西那个地方呢，波罗奈这个地方呢，那还有一个人叫亚萨，他叫做耶舍。那么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妻子后来也成为了佛教徒，后来就成为是我们叫在家的信众，也就是最先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在家的男女居士就是他们这几位是最先的。那么经典里面记载，这个耶舍呢，他就是可以说在家最早这个耶舍他虽然是在家人的样子，但是呢，经典里面记载说，他却了悟了这个真实的法的道理。所以后来经典有说，他外在看起来不是一个比丘，但是呢，他是一个真实的比丘。那么这位耶舍后来他还有他4位好朋友，还有他的50多位朋友，后来都成为了佛陀的弟子。所以后来就看到那个时候弟子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当时佛陀就对这些弟子们说，就教诫他们说，你们要去弘法，你们要去救度众生。那为什么佛陀在那时候会特别讲这样一段话呢？因为佛陀他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领悟这样子的道理，这样子的真理。
所以他是带着这样一种慈悲之心哦，所以他就要他这些都已经了悟了，都成了阿罗汉的这些弟子哦，告诉他们说，你们就应该多去说法，多去帮助众生。所以呢，这里也是我们要注意，你看佛教在最开始哦，就已经特别注重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弘法。所以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重点。你看最开始本来佛陀成道之后，他比较倾向于不说法的，因为他内心觉得这样的道理应该没有人听得懂。但是他慢慢的可以说转了念，那自利都圆满了，那这时候利他是更重要的，而利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说法。所以你看佛陀呢，他不是那么的急的啊，我了悟了，马上就说要说法，没有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是马上自己好像懂了什么，就马上要跟别人讲，马上想要这个，就有点像要炫耀，赶快别人都不知道的，我都知道了，四处的去炫耀去说。甚至呢，还到处的去求别人说：“来来来，我要跟你说法，你来听。”但你看佛陀，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哦耶！我介绍上给的去送下的，大家的广播什么衔接？你明显的这个的写过多的民度啊，是吧？所以呢，说法对于佛陀来说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行动。要对谁讲这样讲有什么样的帮助？他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仔细考虑之后才决定说法的，而且他选择该说法的对象是谁，觉得这些人是听得懂的，他选择好去对他们说。所以不是只有走在路上看到谁都说，不是的。所以说弘法说法这件事情佛陀他是真的是很用心的，很仔细的，是真正这种利他的，带着这样利他的心，这样子用心去做着的，而不是好像是一种想要炫耀，想要或者就是因为就应该说这种按照传统应该说而说，不是这样的。好，这里我们先休息半个小时。那时候大的嘛，木头的需求不需要赢。好，继续上课。那么佛陀转法轮
说法之后，那么也就逐渐的三宝，也就是佛法僧，也就建立起来。那么之后，这个佛陀他就从瓦尔纳西就再回到了摩揭陀国。在当时呢是印度的列国时期哦，所以当时是最主要有16个雄国，就16个大国，摩揭陀国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在那里佛陀就度了非常多的弟子，特别在当时有非常出名的所谓的宗教家，也就是婆罗门，一个叫优楼频罗迦舍。那这位婆罗门这个宗教家在当时摩揭陀国非常的出名，后来他也成为了佛陀的弟子。那么因为他自己成为了佛陀弟子之后，那么他的2个弟弟还有他所有的弟子们也都成为了这个佛弟子。所以佛陀在当时摩揭陀国突然一下就这个名声就高涨。那因为连当时最著名的宗教家都成了佛陀的弟子，所以佛陀突然在那边就变得非常有名。那所以佛陀呢就带着这些弟子们，接着就到了王舍城。那当时就是摩揭陀国里面的可以说是首都王舍城。那当时王舍城的王呢就是频婆娑罗王。샤게 총게 설계당 안에 해대나 리디 상물로 꼬슬레기 개벽이 응후로 지차리도 와 안에 꼬슬레기 개버디 수르슬라비미나 꼬슬레기 개버디 개버 세게라 봐 안에 개버 세게기 안에 상게디 드네 김니킴에 바라도 중도 산에다 딘 지금인도 那么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有一个语误口误，就当时我把应该是波斯匿王我说成了是这个频婆娑罗王，所以说我说错了。所以总之这时候佛陀他就到了王舍城，这时候的王舍城的王呢就是频婆娑罗王，他也皈依了佛陀，就成为了这个佛陀的在家的这个弟子。那同时这时候这个频婆娑罗王呢他也成为了护法，就供养了一个地方，就是叫竹林精舍，就由他供养了，就成为应该是第一个就是僧众的这样子聚集的一个道场，一个地方。也就是叫竹林精舍或这个竹园就成为了僧伽的这个住处，所以说教团也在那个时候就确立了。所以逐渐这个竹林精舍呢就成为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有了这样的道场之后，就更多的民众啊，就前来要皈依佛教。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佛陀他在摩羯陀国的时候，他收了3个最主要的大弟子，也就是舍利佛、目犍连还有大迦叶这3位。那么这几位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那么就是在南众的，就是这个智慧第一是舍利佛，神通第一就是目犍连。那么迦叶尊者大迦叶后来成为了护法藏师，就是这个法呢可以说是交付给他。还有之后这个他对于佛陀的这些教言的结集，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所以这3位大弟子就是佛陀在摩羯陀国王舍城这时候呢，然后收的这3位大弟子。那么接着佛陀又到了这个焦萨罗国，他到这边去弘法。在焦萨罗国当中，佛陀最主要的一个在家弟子就是我们叫须达多，也就是己孤独长者。那么他最主要是住在舍卫城的一个人，而且呢他也是当时的一个大商人。那他为什么叫做己孤独呢？他这个名称是因为他总是照顾这些孤儿，给予他们各种的饮食等等。换句话说，他对于这些失户的人、需要帮助的人、没有人照顾的人，包括这些孤儿们，他总是去给予照顾，所以他也叫做施予孤独者各种饮食的人。所以他本来在舍卫城，但这个时候他因为要经商，所以他到了王舍城，所以他也就听到佛陀有这么一个人到了这个王舍城。所以他听到佛陀的名号之后，他就想我一定要见到他。然后在隔天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起床，然后出城了。因为那时候佛陀是在城外一个寒林这个地方，跟僧团住在那里。那他见到佛陀之后，他也皈依了佛陀，而且呢也迎请这个佛陀呢到这个舍卫城。那当时呢佛陀也就答应了。所以刚开始呢，在王舍城呢，频婆娑罗王呢供养了竹林精舍，所以这时候己孤独长者呢，他也看到要有一个地方很重要，所以他回到舍卫城之后呢，他就向当时的一个太子，他叫做祇陀，这个太子
那这个太子呢，他有一个陵园，就叫做祇陀陵，也叫做祇园陵、祇陀陵。本来呢，他也不肯卖，当时那个祇陀太子呢，就跟几个孤独说：“如果呢，你把我整个陵园铺上黄金，我也不卖给你。”结果没想到，几孤独他真的就想出办法，把整个那个陵园呢，就铺满了这个黄金。所以，总之呢，后来几孤独就顺利的买下了这个祇陀太子的这个陵院，就叫祇陀陵，也就是后来的叫祇园精舍。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建立了僧众的这些精舍，然后据说是花3个月就盖好了。所以当时这么快盖好，可以知道祇园精舍呢是很简朴的。据说呢，当时这些是木造的这样子的屋子，给僧众去住。那么后来佛陀也就带领僧众呢，就住在那里。而这个祇园精舍，也就是后来佛陀说法时间住最久的这个地方，这样一个道场。那么这个舍卫城，他的王是谁呢？就是波斯匿王。那么他后来也皈依了佛陀。那么这是比较晚的事情了。那最主要，波斯匿王会皈依佛陀，也是因为他的这个皇后，他的夫人叫茉莉夫人的这个劝导之下，他也就皈依了佛陀。所以佛陀呢，这样子的事迹也逐渐的就传回到他的父亲。那父亲听到之后那么因为也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佛陀了，所以他也很想能够见佛陀一面。那这时候佛陀也答应了这个父亲净饭王的请求呢，就回去了，回到了他的故乡。那么这也就是后来有一部经就叫做《父子集合经》那么这部经当中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所以这2张投影，一个就是佛陀他见到他的父亲净饭王，那另外一幅呢，就是他的太太耶输陀罗，还有他的孩子罗睺罗。那么后来耶输陀罗呢，他也出家，成为了佛陀的这个弟子。还有他的佛陀的儿子，就是罗睺罗呢，他也后来出家了。
但那时候罗睺罗还小，所以呢，他主要的身份是这个沙弥。那时候佛陀呢，回到这个他的家乡，就是迦毗罗卫哦。那么他的很多的家族，就是释家族的很多这些年轻人都出家了，有的呢是跟父母禀报之后出家，那有的呢是先出家之后才跟父母说。那这里面有谁呢？有佛陀的堂兄弟哦，就是提婆达多，还有这个阿难，还有呢就是跟佛陀同父异母的难陀，他的弟弟，佛陀弟弟难陀。甚至呢，当时呢为佛陀还有当时释迦族们啊，这个礼法的这个叫优波离哦，优婆离，他也在里面。那我觉得这个优波离他的故事呢蛮重要的，因为呢他是这个首陀罗，是种姓里面所谓的贱民。当时来讲，贱民就是首陀罗族，是根本这个种姓是不可以学习佛法的，甚至不可以跟他说法。就是他们自己都不能说出法的内容。就说他们是完全不能够学习法的。所以但这时候这样一个贱民又是理法的人，一个优波离，他却出家了。总之呢，当时的故事呢，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些释家族的年轻人都想出家。那么出家的时候，首先都要剃发嘛。那么因为优波离呢，他是剃头的，剃发师、理发师，所以呢，大家都到优波离那里去，让他剃头剃发。那这些王子呢，其实也都认识这个优波离的，因为都是给他剃发的。那这时候优波离呢，就在为其中一个王子在这个剃发的时候呢，他一边在剃的时候呢，理发的时候就哭了。这其中一个王子呢，就问这个优波离说：“哎，你看我们出家应该要很高兴啊，为什么要流泪？”这优波离呢也很惶恐啊，他就还是回答了，因为呢，这个王子就叫阿那律哦，这个阿那律哦，那本来就跟他很亲哦，他也敢直说了。那就是他在帮一个王子叫拔提王子哦剃发的时候，他就哭了。那这时候另外一个王子阿那律就问他，为什么你要哭呢？他就说，因为这个拔提王子对我很好哦，那么但是之后剃发出家，他就要到各个地方去了，我没办法看到他了，很难过。这时候阿那律这个王子听了，
他就安慰说：“你不要难过的，我们会帮助你的。”然后他们甚至就阿那律就把其他那些王子都招过来说：“这个优波里奥照顾我们很久，为我们剃发，那么我们就把身上的各种的这些东西都给他吧，各种装饰品也都送给他吧。”那这时候所有的王子也都赞成了，就真的把身上的这些各种的珠宝啊、衣饰啊都送给了优波离。这时候优波离呢，他本来就想说要回家乡去了，回家去，但他突然想到说，我现在身上带着这么多的珠宝，带了这么多这些王子们的东西，那这个其他这些世家族的这些长辈一定会怪我说是我让这些王子们出家的，我怂恿他们的，甚至这样子搞不好会杀害我的性命哦，所以他也不敢回去。所以他就想说啊，也没什么好，他也回不去了，然后就觉得自己这么样的卑贱的人哦，那他就想说，我也跟佛陀去出家吧。所以这时候他也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呢，也都就挂在树上，就这些珍宝，王子送到东西，然后呢，任别人去拿，他也去出家。但他这时候走一走，又心想很难过，我怎么可能有资格出家？那些人是王子，我可是奴隶啊！所以他就坐在路边又哭起来了。他说：“哎，我这样是不可能出家的。”那这时候突然旁边有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你为什么哭啊？”他这时候回头一看，那个问他的人是谁呢？就是舍利佛尊者。这时候优波离看到是舍利佛，马上就跪下来了，他就对舍利佛说：“就说你是佛陀的大弟子哦，如果你回去见佛陀的时候，就说他就说呢，我知道你，因为曾经呢，你跟佛陀在一起回宫过，我看过你，所以我想请问你啊，像我这样子贱民首陀罗的身份，可不可以跟佛陀出家呢？还是我想太多了，这个太妄想了？”舍利佛这时候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优波离。”这时候舍利佛他就说了，他说：“哦，佛陀的教法是平等的，他是慈悲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所以无论这个智慧的高低，或者说也不分你的这个职业的高低，所以只要遵守清净的戒律，谁都可以跟随佛陀出家的。所以你就跟我来吧，佛陀一定会很喜欢让你出家成为弟子的。”他就听了很高兴哦，就跟着跟着舍利佛就去见佛陀了。
所以结果呢，他是反而先出家了，因为其他那些王子还在之后，所以呢，他反而成为了这个戒腊比较高的了。那所以后来那些王子呢，就见到了这个优波离，没想到他已经现了出家相了，那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他礼拜呢，还是不礼拜？但这时候佛陀就跟他们说呢，佛陀就对这些王子之后才出家的嘛，就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出家要学习调伏你的傲慢。那么优波离先出家先受戒，所以你们要顶礼他。所以总之呢，后来呢，这个优波离他就成为是持戒第一的。而且呢，后来在这个佛陀的经，就是律典要结集的时候，这个优波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能体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佛陀他的平等。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种种姓的分别是那么的严重，他可以说完全把这个打破了，甚至完全的把它倒反过来了，就像刚刚说，让这些反而是王族的人去礼拜一个所谓的贱民。所以换句话说，任何人都可以学佛的。那再一个代表佛陀他的慈悲这种平等的慈悲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建立了比丘尼僧团。那么我们说佛陀的这个母亲呢，摩耶夫人，在生了佛陀7天之后，她就过世了，所以是她的养母，就是大爱道或者摩诃波舍波提把她养大的。所以当时她的养母大爱道呢，看到这么多的释迦族这些年轻人都出家了，他自己也想说他也想出家，所以他就带领很多这些释迦族的女生呢，女子呢，就到佛陀面前请求出家，但是一直没有被允许。那么而且他们不断的祈求之后，还加上了这个阿难在旁边的不断的说相在旁边不断的请求。那么好不容易呢，最后才获得准许，女性也可以出家。那么这时候比丘尼的僧团呢，就在那时候成立了。但是毕竟僧团里面这样子的比丘跟比丘尼的之间的这种可以说生活上各方面都要非常的戒律要严格，所以呢，比丘尼那时候佛陀就制定了一个叫八禁法或者说八众法。那这部分其实在我过去很多年也都说过很多次。所以你看到佛陀不仅是打破了种姓，而且也打破了
这种性别上的这种不平等，让女众呢也可以平等的做修持，在这里上出家。也因此你看佛陀他也培养出非常多优秀的比丘尼，像是忏摩比丘尼，还有叫做法乐比丘尼，他们的这个智慧是非常殊胜的。甚至呢经典里面记载，像忏摩比丘尼还有这个法乐比丘尼，他们甚至是去向这个男众说法的。还有这个莲花色比丘尼，他也像是目犍连尊者一样，具备了神通力。那这里主要这里讲这些名称、这些故事是依据了这个好，再来还有一位呢是叫做赤舍乔达弥，那么他是在了悟上是非常的深的。那主要这一段是依据的是南传的这些巴利文的经典里面记载的这些故事，跟各位说。所以总之呢，有很多很多出名的比丘尼的。所以无论是女众或者是男众在当时佛陀的弟子，我们说出家众也好，或者是在家众也好，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好的弟子。像是呢在家众当中，也有一位叫做直多罗长者，他呢被说是在家弟子当中智慧第一。还有呢，在这个毗舍离，也就是广严城，有一位叫做瑜伽的一个居士。还有呢，在释迦族里面有一个叫摩诃南，那么他们在这种布施的修持上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另外还有就是佛陀故事里面非常著名的一段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就叫做央觉摩罗，就是止曼这样一个外道。他后来呢也受到佛陀这个度化，他成为了弟子。他可是当时著名的这种大盗，据说他杀了这个999个人，还有一种说法说呢，杀了更多人。而且他杀的手法是很恐怖的，因为他最后呢会把，因为他每杀一个人就会把他们的指头砍下来，然后串起来戴在身上。所以它叫做指曼，就是手指头的花蔓一样串在身上。他可是当时的这个大坏蛋。但是呢，后来他也受到了佛陀的教化，成为弟子，甚至也成为了阿罗汉。这个也就你看到佛陀就是社会上可以说最不好、最坏的，大家最害怕的人，那么佛陀都可以教化他，然后成为佛弟子，甚至成为阿罗汉。另外还有就是16罗汉当中，有一位罗汉，他就是呢，现在来讲就是少根筋的，或者说他的就是脑子特别不好使的一个人，他就什么东西都记不住的。他叫做周利盘陀。譬如说诸佛正法圣僧众，这个要教他，他都记不起来，就他连一个偈言，他念完他就忘了。那结果呢，他也在佛陀的带领之下，这个周利盘陀他也得到了觉悟。
所以总之佛陀有非常非常多这些有名的弟子，真的是说不完的。那么在巴利文当中呢，有一部经叫做苏丹尼巴达，就是叫经集哦，经典的集合叫经集。在这部经集哦，它像诗文的体写成的一个经集当中，有一品，这个品呢叫做彼岸道品，梵文就是巴拉亚纳瓦嘎。在这部巴利文的经典中，有谈到南印度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前面至少到目前讲到多是佛陀在中印度、北印度的弟子，但这里提到的是在南印度的，在德干地区哦，我们一般说德干高原，德干地区、德干平原哦。那么在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巴瓦林这样一个婆罗门，它叫做拔婆离这样一个婆罗门。他有16个这个弟子，那么就从南印到中印度。现在来讲，你说搭火车从南印到中印也要很久的时间的，那么在当时来讲更是千里迢迢。那么在他带的这个16位的婆罗门的青年当中，有一位就叫做阿基塔，中文叫阿逸多，音译叫阿逸多。再一位呢就叫做弥勒。那后来一些学者说，这2个人就是后来大乘佛教里面谈到的弥勒菩萨，跟弥勒菩萨这样的一个有关的这个人物。那总之，通过上面的这些内容啊，你可以看得到，哇，原来佛陀那时候的号召力、魅力是这么的，这么有魅力哦，这么受欢迎。那么，甚至连南印度都有这样子的弟子会去到来拜见佛陀，皈依他。所以当时呢，总之，当时的王族就是刹帝利也好，在这些刹帝利的保护下，还有在这些吠舍这种种姓的人的这种皈依之下，可以说佛教的这种影响力哦，就越来越大。那么到了像佛陀即将这个圆寂的之前的80几岁的时候，这时候佛教已经是全印度如日中天般的发展了。无论是当时的所谓的沙门也好，婆罗门也好，或者是任何的这种我们说天人也好，梵天也好，甚至是魔好了，都无法这个障碍佛教的发展，都无法阻挡这个佛教的一个发展。但我们常常说这个道高一尺，这个魔高一丈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大的事件呢，就是到了佛陀晚年的时候呢，一件事情就是那总之这些很多问题哦，都是有一个人叫提婆达多他造成的。那
总之呢，提婆达多那时候在佛陀晚年，他就想要分裂他的这个教团，佛陀的他想要制造这个分裂，主要是缘由是那个时候摩揭陀国的王就是频婆娑罗王，那他有一个王子就叫做阿舍世王。这个阿舍世王后来把频婆娑罗王呢关进了大牢，他篡夺了王位。那这时候提婆达多呢，总之趁这机会他就去见到了阿舍世王。那阿舍世王也就皈依了提婆达多，在他的这个花言巧语之下就皈依了他。所以这时候提婆达多当时变得非常有名，因为他成为了阿舍世王的这个有点是老师了。所以这时候他就他就觉得说这个野心就来了，他觉得说我可以大概把这个佛教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僧团，我可以把它抢过来，我可以统治了。他就跟佛陀说我们反正也是亲戚吧，你就把你的僧团给我，我来管。当时提婆达多他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大的野心。那当然佛陀呢拒绝了提婆达多的这个要求，他非常的生气。提婆达多就说那我得把佛陀给除掉。总之呢他就想了很多的方式，一个方式就是他放出这个罪相，一种说法说是一只象一只大象，也有说是很多头这个大象。总之呢就是佛陀在托钵的时候呢，他就灌醉了这些象然后去想要把佛陀给踩死。但是结果这些罪象被佛陀的慈悲或者说神通力给调服了。这时候他就想还是不能靠这个什么大象其他人，我自己来吧。所以他就等着佛陀有一次在托钵的路上，他就爬到旁边的山顶上就丢这个大石头下去，就从山上呢就把这个石头丢下来，大石头，就想说可以把佛陀这个砸死。那时候呢就佛陀的伤到了他的这个脚趾头，所以就是我们叫做令佛出佛身血就是令佛陀的身体的流血。还不止这样嘞，他的恶行很多。他甚至呢自己还造了这个规矩，定了五世的戒律，这里面还包括了说不能吃肉，要吃素。他甚至还批判佛陀，你什么三净肉可以吃，那种你们吃三净肉跟随佛陀那样子说，你们那样其实也是伤害众生的。要我跟着我的话，我的戒律就是要吃素的。所以那时候他也自己就造了这样子的戒规，所以的确就动摇了一些年轻的这些比丘，也真的就去投靠这个提婆达多了。很多人就跟着这个年轻的这些僧众，就被这个提婆达多骗得一愣一愣的，然后就走了。所以就真的这里就说他分裂了教团。
那时候提婆达多也很得意啊，我真的就做到了。但这时候呢，舍利佛跟大目犍连就出现了。那么也在这两位大弟子的总之努力之下，那总之就这个提婆达多后来整个这个野心也都失败了。那提婆达多呢，跟他一起的这种一起的人呢有很多，有一些有叫做什么瞿迦离呀，还有叫迦留陀提舍等等，还有这个阿舍世王，刚刚讲到的这个人。但后来阿舍世王呢，他是听信了这个提婆达多的这种话嘛，所以才伤害了他的父亲，篡位。然后，但他后来也很后悔，他也后来也皈依了佛陀，这阿舍世。另外呢，焦萨罗国这个波斯匿王有个儿子叫毗卢离，他也将自己的父王波斯匿王呢驱逐出境。后来甚至是这个什么东西都没得吃哦，这样子的饿死的。那就是这个毗卢离波斯匿王的这个儿子哦，他因为曾经就被这个释迦族这个可以说从小被这个侮辱过，然后被这个欺负过，所以呢，他就想说，未来只要如果我当上了王位哦，成为了王，我一定要去这个报仇。但其实呢，这个毗卢离他长大之后呢，他其实也忘了。但这时候他有一个不好的大臣哦，就告诉他：你小时候曾经被释迦族这样欺负过，你要报仇。所以呢，毗卢离呢真的就带兵到这个迦毗罗卫去，把整个释迦族都灭了。所以总之你看，这是佛陀到了晚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这些比较难过的一些事情。总之这些就先不多说。那最后呢，是讲一下佛陀的圆寂。那么最后呢，佛陀呢就从王舍城出发，然后他经过了恒河，到了毗舍离，就是广严城。然后他就经过了很多的这些村落，然后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达波婆城这个地方。然后这里呢，他就接受了一个就这种炼铁的铁工，然后的叫做纯陀的一个供养。结果吃了那个食物之后呢，佛陀就生病了。在律典里面是记载是不同，他们说律典里面记载是一个不好的比丘，佛陀弟子一个比丘，他在供养佛陀的食物里面放了这个铁，那佛陀吃下去之后就生病了。总之呢，佛陀就接受了这个供养，在这个地方接受供养之后，吃了就生重病，甚至呢还出血，然后还这个就拉肚子、腹泻这样子。有一些说呢，吃的是什么呢？里面吃到了这种像猪肉，还有就是那个食物的名称，有的
学者说那个是一种猪肉，有的说是一种菇类。总之呢，那是佛陀他生病之后涅槃的那个原因就是在这里。有一位日本学者特别还对于佛陀为什么会圆寂，就是造成圆寂那个原因是什么，他做了研究。那么这应该是记载在这个涅槃经当中。那么总之在可能是巴利文的涅槃经，那他研究出来应该是他胃病，就是他透过那些巴利文的涅槃经里面的内容他去研究之后，说是佛陀因为胃病，然后导致他最后的圆寂这样子。总之之后呢，佛陀呢就继续的病痛着忍着，但也继续的去这个游行然后他就到了这个居士那罗。那么为什么说佛陀要选择在居士那城圆寂呢？是因为呢之后佛陀他圆寂之后，他的舍利会分成分给不同的人分出去有8个八王分出去。那为什么在居士那罗这里选择圆寂？是因为居士那罗这个地方的可以说那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所以没人敢来抢，所以在这时候更好的能够把佛陀的这些遗骨舍利去分出去，有这样一个说法。总之呢，佛陀他也知道自己应该是差不多了，应该要圆寂了。但是因为佛陀的这个慈悲心呢，那他也特别开示告诉大众，然后也跟纯陀就是这个炼铁的那个铁工说，你不错，你没有错那么甚至说呢你以后还可以是过得非常的荣华富贵的，就是佛陀是非常慈悲的。那么接着就是讲到圆寂，在圆寂那天的晚上，这时候就来了一个外道，叫做须跋陀。他就说拜托拜托，他就跟佛陀周围的僧人吧，就比丘就说，我想见佛陀，我想问一些很难的问题。这时候阿难就在旁边嘛，他就知道佛陀都已经重病了，那么他就不想让别人来打扰，所以他就说拜托拜托，你就别来这个打扰佛陀了。他就跟这个须跋陀说就别打扰了，所以拒绝了他。但是这时候佛陀听到了他们2个人的对话。那么当然佛陀呢就为他开示，然后就也解开了他的一个内心中的这个难题。他的这个难题是什么呢？他的问题就是说，像是您也好，或其他这些各个宗派的教主都在说他说的是真的，是真理。那到底谁说的是真理？拜托佛陀，请你告诉我。那佛陀当时怎么说呢？佛陀就说，如果修的是八正道的人，那这个人他说的就是真理，他就是圣者。如果
没有修持八正道的就不是圣者。我觉得佛陀这个回答是有深意的。佛陀没有马上说哦，我是圣者，别人都不是，他没有。佛陀的回答里面的重点是修行很重要，这是他内在的修为是什么，这是重要的。所以不是外在说看到他是什么信仰，或者他是什么样的宗教，就说他是圣者，或者不是圣者，或是好还是不好。所以其实都不是外在你是什么宗教什么人，而是要看的他的内在的修为是什么。所以佛陀的回答有没有八正道的修持。所以这个须跋陀一听就开窍了。所以经典里面就记载，这个须跋陀后来就是佛陀的最后一个弟子，就是他。接着呢，那天晚上佛陀就圆寂了。但是呢，就在临终前圆寂前，佛陀还是不停的在说法。那么在这个涅盘经巴利文中的涅盘经就有记载说，佛陀在入灭前就是圆寂之前，他也留下了非常多的这些教戒，一些遗言教戒，就告诉说我不在了之后，僧团应该怎么样修持等等。他也就佛陀那时候也直接就说了，他说你们对我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吗？还需要我什么吗？其实我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所以呢，佛陀就说我已经没有区别的这种没有内外之分的这些法我都说了，还有在如来的教法当中也没有什么秘密是不能说的，所有能说的我都说了。同时呢，佛陀接着说，未来呢，这个你们比丘就是僧团的这个领导者了，不是我，不是佛陀，是你们自己。然而呢，所谓的僧团它是一个共同体，它也没有所谓特别的某一个人某一个统帅，而是一个共同体，所以是你们大家要同心协力的去维持维系这样一个僧团。那当然，虽然佛陀之后灭后有这种叫做教法的传承的护法藏师就是的一代一代，好像是所谓的这种叫做主要的这种传法的人，但这呢，它就只是一种法脉的一个象征，一个传承的一个名称而已，所以只是表示这样一个传承的这样一个系谱而已，并不代表说这些像大迦叶阿难这些所谓的护法藏师，他们是僧团的主要统治者，不是这个意思。同时最后佛陀还跟弟子们说，你要以自己为明灯，你自己要成为自己的明灯，你自己要成为皈依处，你要以法为你的明灯，以法为你的皈依处。
所以接着呢，佛陀说：“你们呢，也不用担心，为了我未来的遗体这个舍利而费心。你们应该专注的是在这个最胜善、最殊胜的善上。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佛陀说，你们出家弟子应该专注就是在修行上，达到最殊胜的善的这种修持上。同时呢，也接着说，你们也不要觉得说，这个以后就没有教主了，不是的。因为呢，以后谁是你们的导师呢？在我离开之后，就是我所说的法，还有这个戒律，就是你们的导师。我觉得这跟我们历代噶居祖师说的也是一样，像是冈波巴大师曾经也说，未来如果有弟子在我这个圆寂之后想要见到我，但已经不可能了嘛。但冈波巴大师也说，未来这些弟子，你们不用觉得难过，见不到我，因为如果你们去阅读我所写的，像《解脱庄严论》还有这个《宝鬘论》等等的话，其实你们就跟见到我是完全没有差别的。其实像我们噶举派的弟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好好的去看这个解脱庄严论，或者说这个宝鬘论呢？可能内心口中我们会说能够见到这个三祖师那真是太好了，太有加持力了。但是我们都忘了，他们所说的更重要的不是见到他们，是要能够去听闻他们的法而去修持，但我们却没有那么做。所以你看佛陀这里也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教法要去依止的是教法，但我们却把这些教法放在哪里了呢？全部都合起来了，然后就放到了这个书架上。有时候我觉得那些坐牢的人，他们再怎么样还是有一天会这个放出来，但那些很多这些经书教法，我们却把它关了不晓得多久，关在这些所谓的书柜里或藏经阁当中。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把这些经书拿下来，打开来去读诵它，而不是把它关起来、叠起来、锁起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没有做到佛陀在圆寂前要我们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反省一下的。最后佛陀在圆寂前，最后他又反复的问旁边的弟子们，问了3遍，说：你们还有没有疑问？你们还有没有疑问？我即将就要这个入灭了，你们还有没有疑问？他就这样问了3次。当时的周围的人都安安静静的，大概是太难过了吧，全都是沉默不言。所以最后佛陀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说一切的事物都是无常的，都会坏灭的。
或者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这就是佛陀最后的一句话。所以接着佛陀说一切都是无常的，会坏灭的。所以佛陀说你们不要放逸，然后要好好的修行，就这样子。然后说完了这样一句话呢，佛陀就进入深深的禅定，就在这个梭罗树下就入涅。所以你可以看到佛陀他这种慈悲也是对于弟子们的这种慈悲哦，就是在圆寂前都还不舍得这个问弟子，你们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懂的？是不懂的。他是非常的关心他的弟子的。我到这里就是啥呢？那三个的搞出来的，公路结束他吧，公路结束他吧，写就是啥呢？公不早也。那么之后呢，说佛陀是80岁的时候呢，就涅槃入灭。所以呢，据说佛陀的这个遗体呢，就是由这个居士那罗这里的人，他们的族就叫做摩罗这个人呢，来就是入殓，然后之后就在他们的供养之下呢，然后就最后就火葬，或者就涂皮火葬。那火葬之后呢，就有这些遗骨，那么我们称为就是舍利。主要就分给了当时有8个这个部族，就这里说叫做8王分舍利哦。因为当时呢有非常多的王或者非常多的国家是很信仰佛陀的，所以就总之呢就很为了避免争执哦，就发给了这个摩羯陀国、毗舍离国、迦毗罗国、阿勒迦波，还有罗摩迦国，还有毗塔底波邑，还有波婆国跟支施那罗国。总之呢，这分了这8国，然后他们这8国也建了这个舍利塔。再一些人呢，是在一个地方的人是把瓶子，就是这个火葬用的这个瓶子呢带走，也建了这个瓶塔。再一些人呢是得到了一些火化之后的灰，也带走，建立了一个灰的塔。大概在1898年左右吧，这是在这个释迦族他们的这个家族的一个遗址哦，有一个地方就叫做毕普罗瓦。他们这些考古学家去挖掘这里的时候，就在一个塔中呢，就发现了一个壶，或者说一个瓶，那里面就收纳了这一个遗骨。那里面这个壶上、瓶上呢，就有这个碑文，就是阿育王那时候的一些碑文的文字，甚至还有一些是更古老的一些字体写在上面。总之呢，这些字写了是什么呢？
是在说明这里面的遗骨就是世尊的遗骨，所以呢就很确认这就是当时分给了就是迦毗罗卫国的释迦族的那个遗骨。最后呢出来之后呢，所以呢你在尼泊尔被挖掘出来，但结果有点丢脸，因为一部分呢既然就转让给了泰国的国王了，就是这个遗骨后来就转给了泰国的国王了，然后还有其中一部分呢又分给了日本。那么就放在了哪里呢？在名古屋的一个叫做觉王山日泰寺。那有一个山就叫做觉王山，有一个寺院就叫做日泰寺，就保存在那个里面。那么这个舍利的瓶子在哪呢？就保存在加尔各答博物馆，但里面的这些佛陀的遗骨舍利都已经到了泰国，到了日本。那留下来的印度留下来的就只有这个舍利瓶啊，在加尔各答的博物馆。所以这就是出自于《涅盘经》里面就有记载，叫做八王分骨的这样一个历史。所以考古学家也就确认《涅盘经》中所说的当时这个佛陀的舍利呢遗骨有分给八王这个说法是真实的。那后来我们说佛教徒都很重视一个就是建塔，有没有建这个舍利塔建塔。那最主要当时其实就是因为刚刚说这8个国还有建了这些8个塔等等，所以那时候就有建这些塔放这些舍利而供人礼拜的这样一个传统，后来就成为了佛塔的这种信仰。那以上是简单的很简略的说了一下佛陀的这个传记，可能未来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可能讲的多一些。那么就像我们这个藏族当中藏传佛教中一句话说，过去祖师的行仪或者他们的传记他们的解脱的这种传记，就是我们应该要去效法要去实践的。所以我们应该仿效这些祖师们，或者就像我们这次讲到佛陀的传记，我们应该依照仿效他们这样子去修行。那么这才是真正传记的用意所在不然讲传记觉得就是听个故事的话那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所以透过这些传记当中故事当中看到佛陀的智慧，他的慈悲，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去学习的。还有这次我们也讲到他说法，他是怎么样一个动机去说法，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要传法的人也应该要具备的动机。不然现在的说法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没有很清楚一个动机，就是一种就应该说法应该传法一个传统而已，而都忘了你看佛陀当时成道之后
他是怎么样的心要说法的。所以就像我刚刚有谈到佛陀呢，他不是说来，这个我证悟了，我醒了，这个我开悟了，来你们来听我说，他不是这样子的。虽然这一次我只能很简短的讲佛陀的传记，但我自己都觉得非常有福气。那有时候想想藏传佛教，我们自己好像很少讲这个佛陀的传记，有时候我觉得这也蛮丢脸的。所以也希望未来呢，你们也可以多阅读佛陀的传记，甚至多做一些研讨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我们都是佛教徒，但是如果对佛陀你说不出他的怎么样的传记的话，那真的是一个蛮丢脸的事情。那么其他就不多说了，明天是休息，然后再来后天跟大后天再有2天。好，就是讲到这里。好，我们课诵。